好，信狗，我好像没有讲过这首歌怎么来哦。这首歌还蛮妙的。这个歌的名字其实是一个歌名其实是一个人名，信狗好像就日本的名字，信我，对。然后写这首歌的时候，刚好在那个台东有一个卢凯族的部落，叫大南达鲁马克，也是全台东县境内唯一的卢凯族。不知道他们可能是迷路吧，应该大部分卢凯族都在屏东比较多啊，雾台啊，总会有一只在台东啊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叫四川，他以前就是艾可曲师人，我的一个很好的搭档，也是我的学弟啊，就去他们那边玩。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去那边，但是因为我的都兰的老家不能住人，那时候被断水断电，只好去投靠别组的，然后就在卢凯族他们部落那边就混得很熟了。有一次去，刚好就是那时候一个纪录片导演叫信狗，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他，不熟，因为他特地要从日本来台湾拍图腾的纪录片，图腾9年拍了9支纪录片了，号称乐团界的 Discovery， 连日本人都来拍了，不过那时候很特别，就那个导演就来要信狗这样。我那时候我说我不在部落里，我在部落，但是不在我自己的部落阿美族那边，我在卢凯族那里。那天刚好他们很多头目啦，卢凯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他们好像5家有4家都是头目，然后另外1家是贵族，没有平民，很多头目密集度还蛮高的，然后就有一个好像是他们那边的，就是声望比较高的，地位比较崇高的，比较大的头目，就那一天就去世了，就当天就去世了。我那时候我不太熟悉那个头目，那我知道他的孙子这样，王子啊，王子，对啊，国王的孩子不是就王子吗？王子面吗？就谈到这个事情，然后刚好那纪录片导演就来了，他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气氛，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变得很难过，或者是不招待这样新的朋友。对我来讲，我在卢凯族里面，我也应该算一个新的朋友。他们就说走掉一个灵魂，跟来了一个新的灵魂进来，所以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。就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故事，有点说不上来。不过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，可以在那个时间点，然后日本导演一起来，然后拍纪录片，然后记录着那个时候的氛围。于是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写出来，我就写了这首歌，就叫《信狗》。很开心认识你们。